你永远要宽恕众生，不论他有多坏，甚至他伤害过你，你一定要放下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5点，当你快乐时，你要想，这快乐不是永恒的。当你痛苦时，你要想，这痛苦也不是永恒。6点，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日的后悔。7点，你可以拥有爱，但不要执着，因为分离是必然的。8点，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。9点，你执魔时候放下，执魔时候就没有烦恼。10点，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